台湾即马囝生少，台湾的这妇产科医学会就推估，今年出事的人口数可能无到10万人，少囝化也冲击到妇产科。今年全台湾有23间妇产科诊所收起来，医界就在烦恼讲，政府若准无甲这产科的急护救护员，时到会变做有新说是无所在接生，那较偏向的会搁较吃力。妇产科医师潘俊兴伫新北路州诊所开业超过40年，伊讲20多年前诊所一个月来接生的红婴仔差不多160个，不过时代的演变，即马每个月接生量敢若剩1/4，差不多40个。佮因为健保互诊所的产科给付，每一个产妇敢若3万，根本无够成本，敢会当继续艰苦经营，嘛无排除休业来做。生产再降到30个以下就要关掉了。房租成本、水电成本，没有产科，你妇科私人开不起来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今年1月新生儿有8000多人，2月较无7000人。虽然3月甲4月新生儿回升到8000多人，不过台湾妇产科医学会推测，今年全年出事的人口恐惊较无95000人，佫创下历史新低。特别注意的是，今年全台有23间妇产科诊所关起来，差不多占接生机构1成。医界烦恼，政府若是无亲像附近国家提高产科的给付，未来恐惊变做有产妇煞无所在生产，尤其是偏向医疗冲击上大。恒春医院就在想说，我就干脆关掉好了。可是关掉以后，你恒春的孕妇怎么办？她要产检，她要跑大概100公里去高雄产检。预计会在5月底进专家咨议会，6月底进共拟会，到时候共拟委员会循健保的机制来回应妇产医学会。医界强调，产科有公共医疗性质，袂当干那靠市场机制维持，安尼无可能会大崩盘。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提出配套的计划，包括提高健保给付、补助偏向产科甲改善人力待遇等，避免冲击孕产妇的医疗安全。记者采访报道。